今日主要新聞：由12月開始，地府開放陰間紙紮車行駛，名額超過100部。大家好，我係波多野結衣。12月開始，地府容許紙紮車喺香港陽間駕駛。喺地府7年嘅楊女士歡迎呢項措施，方便呀，可以到陽間旅遊一轉。希望香港人無好避我下怕，我們也身不留己的流血。當然擔心啦，佢哋喺地府咁耐一陣撞親人點算啊？佢哋就話死過一次啫，我哋未死㗎嘛。始終佢哋唔熟陽間嘅交通規則，揸車揸到大地任我行禁，好危險。當然歡迎啦，屌你老母！振興香港經濟呀！你知唔知他們多富有？地府紙紮車除咗外觀獨特，性能亦都好好，香港人亦都好喜歡同佢哋合照。只係佢哋喺地府太耐，好多時不自覺咁樣做咗啲香港人接受唔到嘅嘢，好似佢哋突然間七孔流血，其實佢哋都控制唔到。屌你老母！食口煙都要炒鳩我！屌臭你老母！